今年Omicron的传播速度竟相对潜伏期变短，今日病患伫10天以内就被验出来，就算10天后被验出来，病毒量嘛无悬。目前7+7的隔离专案，但是中讲有可能变成5+5。还要再看时间啊，这段时间没了。我现在宣布说，可能在春节过后，那元宵节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嘛。那这过后以后，我们才会来做这样的一个考虑。我认为我们要降级或是松绑，这个大原则是确定的了。当然，检疫天数最终的原则是不检疫了。我们初步可以开放一些，比如说打过3剂疫苗的人，我们可以从这个族群先开始。嘛有专家讲，若要降级，袂使干那看国内疫情，还佫看病毒伫全世界发展。像讲商务若要开放，有3个指标要注意，分别是为着人数、致死率甲风险的程度，开放边境要针对低风险的国家。致死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在国外的疫情还那么严重的这种情况之下，虽然我们知道 Omicron 它的严重度严重重症的病人差不多只有 Delta 的1/6左右。那致死率假如说能够降到1/1000以下的话，甚至更低，那当然就是更好。3月敢会当降级，专家的看法真乐观。不过过年期间流动率真悬，嘛有专家认为讲，要佫等14天的时间，防疫袂使放松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